廣東真係越嚟越熱咧，甚至比非洲仲要熱啊！一喐下而家35度以上，地面溫度更得人驚，放隻雞蛋落去睇咗一陣就熟㗎啦。但係我話俾你聽，呢個只係開胃菜咋，因為今年嘅夏天啊，會迎來史上最熱嘅夏天。廣東即將進入最暴無四，因為5月赤道中東太平洋海溫進入厄爾尼諾嘅狀態，厄爾尼諾會向大氣釋放熱量。厄爾尼諾一般每隔2到7年咧就出現一次，而現代嘅氣象觀察史上僅有嘅3次超強厄爾尼諾現象，分別發生喺1982年到1983年，第2次1997到1998年，第3次2015到2016年。不過專家又表示，目前咧你就斷定超強厄爾尼諾或至今年成為最熱嗰一年咧，為時過早。但係預計我國夏季平均嘅氣溫咧會較常年偏高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啊嚇！